我就赶紧入房中，看到母亲你昏倒在这个道边。母亲，你是安怎样嘞？我叫你，叫你，你看，歌中的香调哦。母亲啊，一定并非哦，时时将风告母亲啊，宽心胸嘞。往回去说3月情，妻子不在。天哪，但那阮相差，比又甲你，叫啊你啊着。你就甲我平安挂倒去，你还答应安尼啊？还有答应叫你。并不够。
城时辰已经到啊，各位兄长伫大门口咧等候你。